故称谓子午。岁谓冬夏，皆相对以成象，因变以得名。坤之有前变。那个声音在念《易经》正式，证明了正解释的是《易经》正式可以搜寻善书图书馆。善书图书馆。因生养业，死极而后变，变而后生，非谓一时连接之事也。以其间，气行有度，数成有物，如有一至二，非一生二，乃一加一变二也。故坤爻、阴爻图，乃干爻之极则变，变则相反，或谓之复，言正反面。是36年初才228事件之前就到了啊，不是哦，好像说36年了。春季大典，春季大典农历3月15日，春季大典之后才来台湾呢。而有异，反言其变，对言其先功。搭船到基隆那边，基隆港那边，然后再搭火车南下，结果到那个林凤营，说地名对地名林凤营很有感受的，那又要下车了，然后再来到台南市华站。以干即变坤，坤即复乾，往来终始，无有习时，相对相成，如河图之火水也。盖天地造化妙用，二气环行，万物并育，所自来也。此坤之为象，出乎干而成乎乾也。坤卦全象，6爻皆阴爻图，名其为纯阴也。正与干之纯阳相对，而阴极则成阳后天之象，必合阴阳而后生成6爻。3吉，亦自有阳数在，与干之有阴位一同。坤之为用在阳，以体阴者必用阳，名后天功用。不同先天，而见坤之大用，虽与乾对，实与乾相成。干无坤，无以见其功；坤无乾，无以成其用。故坤纯阴不独含阳，且为纯阳之意，亦即纯干之所气皆交合，而为生化中始之的所见也。木字旁右边3撇的3。阴爻图，其反面即干爻、阳爻图，一正一反，即一体一用，以后天之生化必变而后见也。故全卦之用，皆干之用，而全卦之象，皆干之应也。以卦爻言，6爻3吉，三才之谓备矣。内外两卦，两仪之象全矣，通乎左右，40之依据，括于始终，6段之谓名矣。故全卦之象数亦如乾，而气之升降，形之本末，主宾之次，先后之名，适应之极，来往之道，一与乾相对，各有所依也，有所变也。本天者倾上，本地者倾下，以阴
阴者乐生，以阳者乐降。此气之自治，数之自成也。故坤卦代用在六，而其本位在六二也。坤本地也，河图的数中于六，由天数之中于九。乾用九，坤用六，干爻名九，坤爻名六也。河图先天之数的始于二，而洛书之数二八易位，以五行生成言之。二位生始，而属少阴，以后天之次序言之。二位其次，而居始左，故在卦言，以内卦之中，为全卦之主，即六二是也。六二者，的之中央，九五者，天之主位，恰相对也。六二皆阴数，亦为先天始，亦为后天中，而五生数之中也，五成数之始也。生者次于天，明天之主生也。成者先于天，明的之主成也。故坤主六二，而干主九五也。且数之阳者，求其角，以节长也。数之